来看回林县北港一个78岁老大人，伊一个人照顾2个有身心障碍的后生，因为伊的徛家会漏水，佮真久咯。有义工团体就招200个志工，用8日礼拜的时间来帮因家厝翻新，互老大人是真感动。摕到新的锁匙，拍开重新修缮后新厝，互78岁的蔡老先生相当感动，因为一个人抚养重度身体障碍大囝，和轻度身体障碍细囝。 过去就住咧漏水破旧的老厝中，后来消息传出来后，义工团体介入帮忙。善心人士，咱的慈善团体来甲去，是这间厝吼头尾伊的2个假日的时阵就较完成。吼，是来讲，我爱代表讲老先生，甚至咱高所有乡亲来甲各位感谢。李长指出。 因为蔡老先生有产地，无法度日日加修理好，但大囝生活无法度自理，进前老先生无同意社会处关怀安置，经过考劝后，才同意大囝安置咧安养院。社会处嘛讲，原来还有15万等待援助来修缮。以后有机会，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甲乡亲做公园乡亲做服务安尼。义工团体表示，起厝的活动邀集100名义工，利用2礼拜假日完成新体厝的整建。 至于文管府社会处为着协助60家庭，嘛推动丰饶丰汉的选美计划，将持续帮助县内贫困家庭渡过难关。这种有报道。